算赶上了。哼！难缠的家伙。 小心！啊！真不愧是加德罗斯看上的对手，是吧，祖玛？说句话会死啊！不愧是号称所见皆可斩的格瑞，能在我的神通棍上留下刀痕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 下次我会彻底斩断他。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吧！肆虐天地吧！哼！大罗神通棍！哇，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啊！老实点。哼。是啊，没有事，没事，陪你没事。现在这里的人都……你们看那边！啊！那是什么？ 真亏你这样都懂得看。那变化不只是形状和体积，质量以及威力都随之大大提升。不过，
能躲几回？但是密度和强度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。现在这样的话，斩得断。祖玛，你没事吧？干得不错，格瑞。没想到你还真的做到了。这一局是你赢了。不，算平手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下次就等我们各自修好了武器，再一决胜负吧。加德罗斯真是个可怕的男人。如果是他的力量，或许真的值得借重。不，还是继续观察一下再说吧。那边的小虫子，你还要跟我多久？不愧是加德罗斯大人，果然瞒不过您。